一人要这下看汤吃的。别的菜汤，我们是靠底下的虾仁吃。都比我干净。你多上有米还吃我肉，一道口香子的吃，死气没死气吧？不晓得跟你档次妹妹嘞。你跟老刘一样，老刘晚上不吃饭，他早上6点钟就起来吃早饭了，狼吞虎咽，这就是晚上吃的少的人的特点。再跟我朋友吃面，让我预对拼。三虾面100块钱嘞，我要全部吃光。哎呦，这也可以。光糖。我一个屋里向的青菜是今晚地址硬劲，我把我别吃，是不是？现在都他妈实力不输，为了吃饭对吧？我想来想去，凑出的结果当你补充营养嘛。小弟弟也光盘行动。你都是讲人家，你哪位？不好意思，我面还多一口，太油了。以前还有这种，后边第三季的喊得嘞，为人登记翻台子嘞。现在手机是一种面点带3个，哎，你讲到吃这个，我会得1档手机个啊，1个。早上吃面就像活跃，热是吧？嘴巴别怕在，你昏过去的，你啥子3件来，我要当你接啥？我一点了饭里。开始50分钟起车，一单子一个停车场子。今朝阿拉到这来做啥？吃侮辱呀！又要吃了。刚刚中饭在洗衫。想啥一个米为了好弄开来了。我们这3个请客吃咖啡。那个这点哪一张样子个家？不晓得个档子胖空洞嘞。当初啊，你赶起来个3个鲜类面孔，啷个来的？46类单子，眼睛门前一亮。搿个是属于苏州哪里款？香格里拉酒店鲜类，侪是从搿个地方考证婚姻的完成。张姐完成也晓得，侪是里向的人想出来，外地的人想进去。哟，那个是山上高个落只藜麦湾，估计应该是通关的。侬今朝做啥戴顶帽子啦？因为我想回上海了嘛，头发勿弄了，进人客嘛就凹造型啊，回去嘛就不要凹了呀。你昨日啥是有啥型啊头发？啊，因为昨天夜里要拍照片去啊，我还接。搿么我没看出来侬头发有啥个造型呀，昨日？就是要你看不出来的造型才叫精心。原来我有一种讲究，朗姆酒冰淇淋，那一点点个酱，一块小饼干。动物奶油的。哪个么子我一起？你讲吃米啊粉吃脱，你是不还吃？米蛋是蛮香的，是有特色。我吃个石斑，配上一点点50包，石斑500包。看看各式各样的屋顶，吃动物奶油的冰淇淋。小雷姐，你吃够了没有？那我的更再来一个。烦死，实在不寒死。冰美式，那个侪是3000块的退休工资，都个小资生活。你做啥？他开用呀？他可以用做啥？他在我都能这个。这个分他玩，你他可以用一他2人的啦。里面是润唇的呀。面孔3人可以用2人。金杯有3，我也3一3。来，金子帮我用。金杯你我要护下你啦。现在你绑了只主音噻，有3个了，当你拍在。这颜色的帽子我还能戴。你这个头发我也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哇？别脱了呀！没别脱哇，但是昨日也是搿能介呀。那下趟就勿弄了。哎呀，侬现在头发老好看呀，酷得很。哎，你今朝拿买洗好了不啦？今晚我再帮动作也生出来。Hello， 哟，你盘到埃里向来拍的？与其看今晚摆 pose， 还不如欣赏3个的烈子肉，性感得不得了，尾巴粗是粗得嘞，当我个3台差不多。还是烫烫的。还是热得来了，那个身材真的很凹凸有致。哦，另外，哎，你出来看呢，这个盘了帐篷里向，今晚有啥年子？